好啦，最後300米到啦，美麗邂逅仲有半個馬位優勢啊！見到中間位置會當凌追啦，外面百勝威龍追啦，再見到最出嗰邊有一定掂啊！中檔位置咧仲有駿馬之星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美麗邂逅仲係佔先啊！百勝威龍咧逐步追緊佢過埋佢添啊！外面位置仲有一定掂，白鼻箍第4位仲有駿馬之星啊！贏馬嗰匹係百勝威龍啊！跑第2名咧好接近喎，埋邊美麗邂逅。外邊追上嚟一定掂，影相爭第2、第4名係駿馬之星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百勝威龍咁啊，都係休息嗰一輪出嚟復出嘅喎。結果跑甩野馬，跑第2名呢，好接近喎。外邊追上嚟係一定掂，入邊呢美麗邂逅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係駿馬之星啊！第6場賽事贏馬賀銘年啊，百勝威龍久休復出，唞咗成大半年。賺啲體力，新鮮咁贏，2、3名好近啦。入邊美麗邂逅，出邊一定掂。後邊第4呢，駿馬之星。哇！臨尾回下80倍添啊，犀利！咁啊爆啦！呢個3天尾關。